记忆中有一本老相簿。你的童年都在干什么？抓鸡啊，然后爬树啊，抓鸡。我们小时候在地上爬的时候，鸡大便都捡起来吃哎。娘亲爱土爱子啊。鸟情兔子了，了出国10多年前在国家客人表演了出国曲，连阿斗啊天天叫。可能要不强到。三姑娘啊，创啊，心无开哟，无总我的心脏，老年大擂台，老年强下来。哎呀，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罗斯峰，好，哎呀，好，我爱做会拳。好，今天又到啊那个八强决天赛啦。哎呀，上礼拜喺魔王踢馆赛呀，好精彩哟！哎呦，那个魔王真的很会唱。哎呦，咪大傻拢系金曲奖加持。哎呀，有个那个肖家乐哈，肖切乐。肖杰烈啊，肖家乐啊，怎么没有得到金曲奖呢？哈，哎，下一次啦，我觉得他一定有机会。好，什么人家金口？好了，来，接下来系今年年轻度，就嚟介绍他评审先生啦，叶家秀先生、齐泽斌先生、齐思密先生、罗格力先生。原本的规则嚟。好，年轻度。今日咧就救啥？吼，因为边救啥啦？就救啥？我边八强嘛，吼，所以大家我请注意，这个呢一定莫犯错，音准啊，节拍啊，一定要唱准，哈，就节拍，节拍要唱准啊，哈，还提出的是讲，莫忘事，好吧，加油加油，好，按照这国子亲用我们一点，不要去犯禁那个哈禁忌。好嘞，TV，李浩生韩国，来，谈过来。韩国河北生命的安多沙，韩国树下做了个老人家，韩式的了高上高下，唔知过了有几多年，韩国西路变得爱忍不住。韩国天橋經常無人照顧，韓式的了高呀高住，幾多春夏秋冬，比個東那西那比個天地。比嘞安求多了米嘞爱人的，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喊起路不卡最相爱真意。比个东那西那都是给米，比嘞安言多了米嘞爱人的。不管行哪行到哪里，不怕永远的心路里。不管行哪行到哪里，不怕永远的心路里。后堂呢，好听好听好听。罗哥，作者真的比较好唱歌哈。是吗？个人习惯不一样。他有气氛呐，就比较有比较有感觉，比较有气氛。那个这个卓金
就拿来这样子就可以对啊，那个当就是装饰。没有衣服了。哎，他这个是很流行的嘞。是啊，这是不是桌巾啊？不是桌巾，不是啦不是桌巾，它是围巾。哦，围巾啊。对，它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颜色哎。这个我家桌巾有一块跟很像。很像哦，你家的那个桌巾该换了。用的这么高级，高级呀。对哎呦，哎这是压一条名牌的吗？不是啊？但是在他身上就是罗宾腾。罗宾的哦，我家的是名牌的哈。哦，真的吗？是。不，哎，唱得很好，好有味道啊。是越来越有味道。对对对，唱得那么好，还唐先生的公平那里哎哦。，阿公，讲得唱得那么好吼，实在讲，俺感觉是讲你唱歌哦，实在讲不要坐着唱，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是像讲话的感觉，那你已经很松了，所以会变成那个感觉，比过那这种起伏的感觉都没有做出来，所以就在很小的地方都没有做。那这个地方没有做出来以后呢，你会不会给果然就没准？那个假音都不太准。不管行哪方到哪里。对我来讲，还是觉得说大宋那首歌的，我希望你下次冲国家呢做的讲，没讲像这种放松的歌，你就是坐着唱。因为你坐着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的音域就不够宽。对我来讲，果然你平常可能是唱着站着唱，可是你到坐下来的时候，你的位置就不对了。刚才共鸣就某拉狗，听起来那个高音就不准哦，所以那几个假音都是很失败的地方哦，蛮可惜的。那你其他现场要蛮凶了哈。对我来讲还是跟我讲，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的话，这个要用机器修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扣分。好。OK。哎呦，你真的好恐怖哦。哇，对啊，像我现在的机器修的地方很多的。没。哎，那他就会扣分，失败。啊，来，快，还能可以给个分数了啊，可以好，好来，先来看李浩森的分数。91分，讲美好啊，哎，加油！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紧张。对，还是椅子选的不好。可能是第一个唱吧。对，第一个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其实心脏一直跳。这紧张嘛该喏，你看9又是一个心脏不好的。对，哎呀国泰医院在旁边。对。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现在应该有140吧。哦，这个是跳太快。跳太快。对，这个跳太快。哦，那是这心率有点不准这样的，还是什么？太紧张了。紧张。好了，恭喜，应该没有问题了，91分，好，加油！好了，那个椅子帮我选选。应该是椅子选不好啦，椅子的关系。以后参赛者会说啊，去他们节目唱歌比赛还要自己搬椅子，那不是很奇怪？这个道具啊，一个氛围而已啦，啊，哎呦，这样才是亲力亲为嘛，对不对？好，好来，杀下来，陈议员带来《勇往直前行》。来，弹完了。撑开一个隆重天涯，天台的太慢，爱比黑爱不下，阵阵风沙，爱木阻挡挡。你跳啦啦，你生儿冲击多怪，虽然那天有够有暗，虽然那风有太有浪，虽然那坑都撇下，爱没干，爱会勇往直前行，爱会勇往直前行，会够追人给散打，困偏云海，爱会勇往直前行，从你勇往直前行，人生给一路路爱袂讲，爱会勇往直前行，爱会勇往直前行，会够追人给散打，困偏云海。
航，将你勇往直前行，人生嘅路路爱袂惊。巴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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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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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哟，哦吼吼吼吼，勇往直前行。谢谢。哎呦，每次选这个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一直掰一直掰，还没开始就要跟人家拜拜拜拜。哇，难怪哈，你看那个7个人一直跟他拜拜拜拜，唱到那个时候，大家最开心，都一直跟你拜拜拜拜。孙航，孙航，大家都希望你走啊，你。可是我们的珍姐在旁边好像哦，对啊，你好像没办法融入这个圈子啊。对啊，哦，他们7个都已经嗨到这个不行了。珍姐坐在旁边。啊，他在他背他的歌词，顺他的歌词，对。然后那背好像因为年纪大了哈，会那个很容易忘词。来，我们唱一下这位老师的歌。今天选这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点小担心，因为一方面你没有背吉他了，我觉得怎么办呢？好，至少我看到了你的律动，但这律动好不好，你回去看转播，我觉得没有那么精准。该为勇往直前行，穷你勇往直前行。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咬字还是当然有进步啦，拧神的拧不是拧，好不好？记得拜托，拜托。我真的要拜托你，不要一直那个拧一出来，我就觉得哇，这首歌毁了哈。还有那个换气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你2个地方，飞过最远的山顶，比沟追雁给闪荡，要用念的，比沟追雁给闪荡，不是比沟追雁给闪荡，这个是不一样的，好不好？记得客语在不好的状况下先念顺，你才懂得换气，才知道怎么唱歌。我希望下一次再讲评到你的时候，我可以用全客语，好吗？加油！加油！好，你也可以用全客语啊，不管他听不听得懂。这个哈，哦，对呀，来重来，再一次哈。好啦，我夹个粉丝。郑怡云的分数。91分，有同分诶。哎呀，对，流行歌曲做迄个欣赏较严格咯，分数分的分数无按过，哦，加油，91分应该很棒了。下次哈，还是唱慢歌好了。不会啊，就不用一直摇。你唱一条，他又心脏又没有怎样。会吗？有怎样吗？还好，现在还 OK 啦。对，他刚刚跳成这样。哦，要不然这医院在旁边很快。喂，一直叫人家去医院干什么？好了，看病。来，恭喜，来回这休息。好来杀了。有米领带的烟呢。来，等啦。年风一条路山下，也呢几无卡。不讲几路有一般般，不会添明天。记忆中有一本路相簿，记载咱爱等的笑容，脚踏在茶林的船不停，在爱归故乡。红天一个春天又转来，看个树的人讲开满了思念的花，但又寂寞心，心中风沙，心中有咋遐呢自由自在，等等记忆亲切感，天空蓝蓝。
照亮童年，永远的转那种。烟风一头落山下，也能归无卡。不管归路有一万万，爱为情多几个。哎呦，好听呢。你好，你好，你好，嘿嘿。你好，哎呦，这首歌唐贡嘿，听说是你小时候记忆中的歌曲哦。就是感觉上是回忆那个童年的那种感那觉。你的童年都在干什么？就在那边跑来跑去啊，然后抓鸡啊，然后爬树啊。抓鸡。哎呀，有经过这段时间啊。抓鸭。所以小时候就住在那种四合院。四合院，然后家里也养很多那个鸡鸭、猪啊，对吧？有时候还要喂猪啊。那小时候那个鸡，我听我妈讲说，我们小时候在地上爬的时候，连鸡大便都捡起来吃，真的假呀？对，还能活到现在。鸡大便长大的。对啊，我也不知道。小时候我常常捡鸡大便吃，还能长到这样哦，奇怪。我那个很营养嘛，很丰富，对啊，很营养哎。你像原住民朋友，他们还有吃那个松鼠的大便，飞鼠的大便是？飞鼠大便哦，原住民朋友很营养。它的大便是长怎样？没有，因为我吃过，因为那个飞鼠，你吃过？对，因为飞鼠他们没有啦，因为它那个是治肠胃。你喜欢吃大便？不是。以为啊，跟松鼠、飞鼠哈，它是那个草食性的动物。不是说讲其实那东西熟发以后，它变成纤维质，它其实就是纤维。它吃起来其实是就是会臭臭的吗？不会。草味。像那个小麦草的味道。对，小麦草。那你今天喝的那个就是对不对？对。好了，充顿用版还有唐先生的贡品。好。社会老师，我觉得美玲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谢谢老师，非常好。然后你很有把自己想要把外婆在外婆家住的那个感觉，想表达给我听。我要讲的是，唱歌不能只是唱给我听，记得是你们的态度要给我。你们的态度，你们一定要忠于歌曲的态度，不管是这个原作者的态度，还是你自己的态度，你都要很明确的告诉我，我才会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唱歌。OK， 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是，你们为了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而去做到你们愿意去改变，这个是让我觉得我今天在这里我很感动。虽然只听到第3位，我觉得我很期待着再看下去，你们这几位选手想怎么改变自己。美玲加油哈！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对，有一些地方可能小的建议，哈，就是在这里面的最高音，其实你不要冲得太快，不要冲得太足。你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选手，很有 power， 可是有时候 level 不需要拉得这么大。有赏识，可能收敛一下会比较好。好，加油！谢谢老师。恰到好处。好，按照看一下给个分数了。来，6米点的分数。谢谢。很棒，15分。有没有看到？人家也是从小吃鸡大便长大的。我没有吃鸡大便。没有，那个抓鸡的，吃鸡大便的是你。追鸡。对，追鸡啊。对。吃大便的是你啦。好，忘了，谢谢。对不起。恭喜你。谢谢。OK， 回座休息。乱讲。好啦，杀了。彭世quyền帶來平衡線。好來，躺下來。愛老年從平衡嘅兩條線。他不會衝啊，但是漸漸被閉關練過的。為什麼要被關起來？為什麼被？我剛剛看到那個，我還嚇一大跳，我以為你真的被關過。一模一樣，一模一樣。是很有迷頭啊。對啊，還有那個黑膠唱片有沒有？好聽呢。你知道意思嗎？像黑膠唱片表示你
很怀旧的声音。他表示你很老了。一段情，一张梦，一份爱含在心中。虽然有万语千言，自问自后，敢会骗来有用？情断了。碎了，爱成空，无影无踪，千金的求梦真情，只留遗憾，痛在心扉。爱老你从平行的两条线。爱等到那一张爱恋深夜，问世间情系电，系唔系前世注定今生无缘？爱老你从平行的两条线，只存转瞬已过的水线。一面，一个天，一个天，永远前世情，今生结缘。哎呦，创作很有感情啊你啊，真的啊，安袂创的吼，但是渐渐要闭关练国的。为什么要被关起来？其实礼拜六自己闭关，不是自己闭关哦。我刚为什么？我刚刚看到那个，我还吓一大跳，我以为你真的被关过。然后刚刚不是因为刚刚。乍看之下，哇，你被关过，难怪你唱歌那么有感情。然后一上来的时候，发现不对劲，哦，是闭关很久。闭关。拍摄。礼拜来闹嘢比赛啊，礼拜几迄时节拢，就会因为要突破，其实要突破去改要改变。就我就去改我管迄个。房间浴室哦，变中国的啊，变练国的，也惨的就超多隔壁邻居，就松地我东西变色了，就敦亲睦邻一下。前日就拄好有，就喺前日暗晡啊10点半的时间就按门铃，10点半就按门铃。对，然后落10点半还好。警察？为什么？啊，员工才是比你容易管。没员工当然都卡有家暴，因为我练发声啊，我个太上，啊我就从部位啊或某种来上分嘛，耳顿啊，啊就练共鸣，或是抓一点技巧啊呢，就可能隔壁邻上躺空了，可能个东人都开有人家暴，他就报警，警察就来。以为是枕头盖着这样子。闷死。哎，那你们家隔音真的很差哎。没有。懂差呢哦，啊你就超多。我可以介绍那个隔音设计师给你，他会把那个隔音弄得很好。好，加隔音棉。这样子的哦，好几层。贵哦，一个贵人。隔音不会还好啦，还 OK 的。好，我会改善。好了，来唐新商的贡品那里。郭丽老师，说实在，在今天这个礼拜之前，我对你唱歌，你的声音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啊，就觉得你就是好啊 ，K get 安的听没有很深刻。可是我今天对你的声音留下深刻的印象了。你处理这首歌的细腻度很好。哦。感情的拿捏压懂章，好，那还是注意到你哈，你让我注意到你的，至少我听不出来你的
你的紧张，你把你的实力都发挥出来了。对，好，加油加油，谢谢。好，来考粉丝了。粉丝给你的粉丝。陈伟老师给他满分呢，给他满分哦，这怎么了？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没，因为罗老师讲的也是我要讲的，因为这么多人唱平行线亚术歌曲，正经亚术歌曲没有这个标准的当杯。古手讲他要去超越原唱之外，他还要超越。之前不管原唱是尤少奇老师吗？徐子淇，还有尤少奇老师的词曲，他写的，对。古时候讲，还有当当演唱过两首歌曲啊，不管是陈婷婷呀，还是玛莎，大傻唱其实分数都有高高低低。我相信，诗群一定有周董都会拱扣，因为就像老师说，我在他的谱上面我也没有做任何记号，因为他就是细节处理得太好了。然后任何一方面，我觉得在这首歌的表现。我是给他很肯定的，因为他就是下了功夫了。你要不管他有天分，要某天分啊，吃到每个人在音乐上面都是很主观的。好，所以我很愿意给这个分数。当然，这个分数除了他唱歌的态度以外，来懂得的分数本给音整的部分在这里就呈现了。对，所以加油，鼓励你。什么？我鼓励到你。功夫一定下很多，你看下到警察都来了。对啊，被关是值得的，啊，不是他自己被关是值得的啦。啊，恭喜你，恭喜你！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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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这休息。好了，杀下来。哎，我追上来，我追上来，仲逼真，唔係幾定係冇。好嘞，等過來哈。今夜思念你，愛在故鄉也思念你，夜夜盼望你，盼望在夢裡，夢中今夜唔好分人地，你無情。呀，你無意，表愛孤單數不息。你無心呀，你無意，愛愛真情怕用真崩潰。風中的孤單盼不息。你還會記得愛麼？你無情呀，你無意，表愛孤單數不息。你無心呀，你無意，愛愛真情怕用真崩潰。風中的孤單不息，你還會記得愛麼？兩位主持人好。唱到是呢，唔可以數一嚟好上癮呢，十分有味道啊。對啊，還有那個黑膠唱片有沒有？留聲機的那種感覺。黑膠照片啊。对，很像黑膠照片。好聽呢。你知道意思嗎？像黑膠唱片表示你很懷舊的聲音。它表示你很老了。掉你陷阱。留戀。啊，懷念那種感覺。我想愛彈，會讓人家回味無窮。mono 的那種感覺。mono。
有点沙沙的。嘿，好了，来唐先生的贡品。有唱到阿公，係先生好。恭喜哦！對我來講啦，實在講哦，歌哦冇落啦，然後新歌。哦，分唱辨。歌嘅方式呢冇共同哦。你要是歌唱比賽嘛，是用版的歌兒你要唱出用版的咪西嘛。係誒，啊，咁樣我是感覺講，實在講你唱得真好，就很難挑剔啦。調到每應該應用版唱嘅就按唱，啊，唱出來嘅感情要真好。還有呢，我替注意是，我一向就是很主張說唱歌一種講法嘛。啊，根本其實真緊從心底裡頭啊唱出來嘅感情哦。我相信電視機嘅朋友聽到佢咩感覺講，你做歌彈喺度，唱到歌唔過就現唱哦，你親愛heel長音底不會讀，你唱起來嘅感覺也不會落伍，因為你的味道真的唱得很好哈。所以對我來講還是講，心無簡單，所以對人分數對我來講，因為我加了蠻多分數，能夠實在是在這個條件下，從頭到尾都在笑你老，可是你唱出來不老啊，這個很厲害哈。都在這虧我。都是他嘛，對啊，所以我為你平反啦，把這個分數再加回去，這樣哈。那個羅哥剛剛欺負你的分數都補給你，這樣，好吧？哎，哦，那我要多罵一些人，他的參賽要划算。好了，來，看一下幾個分數來。來，總比真的分數。是無先生？所以唔是緊張，就是媳婦。拜下了，看兩個分數真的，那有輸heel上癮。說不定他沒有覺得輸，是我們一直。我把這首歌唱出我自己想要的感覺唱出來。不是，因為都上了年紀的一些參賽朋友，他們總會認為說好像流行歌曲組跟年輕人拼就會拼不贏。你會這麼認為嗎？沒有，我不會認為。你看看。哦。我只是感覺這組年輕人真的好厲害，真的。很佩服。讓我壓力真的很大。哦。壓力心態。啊，你有冇輸給啊？所以我唱兩條歌，我是把我的感覺、我想要的表現表出來。唱好了。哎，對。愛做呀，哦，係啊，恭喜啦！哦，哎呀，希望兩個身體越來越好，好，繼續買鞋，安之這，有空可能再介紹本來。謝謝。好，什麼？會做休息哈，對啊，我也啲買鞋啊。係啊，亞視買鞋。對啊。款式不知道。新還是可以跟他叫他拍照給你看啊。女人就是喜歡買鞋子。說不定他賣的是男鞋。我買來幹嘛？好了，殺下了。顧家珍帶來頭擺給你。好，來大家啦。上天寧做太戲，跳
無通困太跳擺解上研究告別。这个一堂就会很文青的那种感觉啊，公花用的呢。对啊，一条歌人家非常得意啦哈。对啊，有哈，客家话有进步的吗？有哦，去讲来了，去讲来了，啊，你比较喜欢客语的哪一些创作老师？哪一些创作老师？那个林生祥老师。哦。中南中南，鼻音好像没有那么重。没有吗？没有。有啊，有吧？他唱好像没有那么重。没有吗？没有，模仿通常会比较夸张一点。对。对啊，我也很喜欢他。还有嘞。那个黄伟杰。对。黄伟杰。对，黄伟杰，他都喜欢那种包头巾的那种。唱什么歌？对。好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而已。这位老师，历史歌曲太甲唐当道人唱咩当道编，历史歌曲唐迄当简单。就像叶老师讲的，简单的歌曲，你用尽你的力气去做一个最大的发挥，我觉得我也要很肯定你在这首歌上面很用功。你好似进步很多，但是我还是要说，你哈，你这首歌有3个你第一次是唱对的，你知道吗？我想说哇，赶快圈起来，他唱对了，后面2次还能你，然后我就好，但是我还是要肯定你至少已经让我3个里面至少对1个了嘛，下次再往前走。他今天唱3个版本给你听，这是哪一个是对的？所以他今天挑错，我挑错，对，有层次哈，好不好？但是还是要唱对哈。对，总会有一个对的。对。然后沙人来做的事情係乜嘅？唱歌的要加入當道的想象力。我相信你是一個很有想象力的。你要當道歌曲，除了變成自己以外，你要多一點你自己的想象力。譬如講，歷史歌曲要唱到頭前宇宙無邊長長嘅些麼嘢，容易講法，也係用太假講法。對，這就是畫面感。我所謂的畫面感，就是你接下來除了你這個要有想象力之外，要唱出嘅畫面感，你要當然咯，好冇？我希望下輩堂人唱歌越來越有畫面感，好冇？今天表現很好，加油！好，子師，好來看一下大家分數啦嚇。顧家真的分數。化妝間裡面所有人都在鬼吼鬼叫啊！我們剛剛還在那邊吹那個衛生紙，珍姐也沒有玩啊。你沒有報名參加啊？老人家有時候要融入年輕人，這樣會比較年輕吶，真的。王子老公主係冇可能。哎呦，好嗨哦！這是怎樣啊？誰踩到你們的腳啊？顧家真的分數。棒。接着下来就你跟那个碧珍姐姐拼了哈。对。哎呀哈，加油哈！可敬的对手。好啦，恭喜你，来回座休息。杀下来，我落埋呢。恰家期待的心体。好，来弹歌啦哈，来。一條愛情注定要抓住，幾多人太前面，設定愛嘅範圍，空空改掉聲音，快樂對點撒嬌，歡喜他的 PQ， 愛到總體味道，夢想勁大嘅話。
將日時間嘅法，總係冇停冇錯，相對 Q 最可愛，所以剛剛偷偷忘了本心體微柔。當你心情大了，就看透你嘅心體。當你冇法度做決定，就先穿後衣。那些透明飲料散地，默默噴氣。你能躺到底，所以應該相應。當心情大了，就看透你開心地。當你冇法度做決定，就先穿後衣。那些透明飲料散地，默默噴氣。你能躺到底，所以應該相依。太野蠻，還有太幽默感，看夜市航太陽，身體風向前行，空空改掉聲音，快樂大大嘴鼓，放下腳步，吞口的心體。怎样？哎呦哦，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有成功吗？成功啊！不是这首歌对你来讲困难度很高。啊，真的呀？哎呀，伊讲伊强挑的关系啦。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尽力了有尽到8成，尽到应该尽的义务就对了，是不是啊？你有去当兵吗？没有。还有全力以赴了，还有全力以赴了。没有，我觉得他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绝对音感。刚刚前面只有塞音而已，也没有什么扣楼，对不对哈？一开始没有扣楼，对不对？没有嘛，就塞音啪啪啪啪，哒哒哒哒，他就抓到嘞，好厉害呢！你怎么有这种绝对音你感？这个练了大概有100次了吗？没有算呢，但没有是真的算。你们都有听过吗？那有弹过吗？有，你都有唱给他们听哦。是。有啦，有刚刚有。他们在那个化妆间里面，所有人都在鬼吼鬼叫啊。我们刚刚还在那边吹那个卫生纸，一排人，然后在那边吹练那个丹田，对。那谁赢？那个谁比较厉害？哦，那个。美玲，不啊，是吗？美玲，我本来想说我猜应该是古家珍。家珍那时候不在。那时候不在。等一下再比一下。那个珍姐撑几秒啊？珍姐没有，刚刚珍姐也没有玩啊。你没有报名参加？哦，你真的。他在看电视。老人家有时候要融入年轻人，这样会比较年轻呐，真的。生气。反击！好了，所以下次不要再叫我欧巴桑了。好了，你是最美丽的欧巴桑。对呀，加个美丽啦，OK 啦。客家最美丽的欧巴桑，对，好吧。欧巴桑都讲话了，那就让他讲吧。来，哎，欧巴桑。你们好坏。好 ，OK。佳琪，其实这首歌，你今天表现的没有那么顺利。好，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您说一下。因为要说国外冲国会讽刺，我刚刚重申刚刚讲的，其实我需要的是态度。其实你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我想要老耶稣国会冲后，不过呢，冇老耶嘅心送到老耶稣国会汹涌的地方。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你没有把自己的心推到那个位置，所以你的声音其实是可以驾驭这首歌的。
我只看到一种状况，就是紧张。我看到的状况是紧张，所以比较可惜。可能你对后背上的表现的东西没有那么的有把握，所以你头前一直是想要酝酿，可是又害怕，所以呢，你把前面先框住了，你后面就撞不起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有一点虚弱。你会变得有点虚弱，你不敢壮大那个声势，因为他后面在唱的时候，当你心情歹到那个地方，你应该要把自己放出来，可是你并没有把自己放出来，好，比较可惜一点，这样 OK 吗？好，安子 C， 好，谢谢安子。好，安子 C， 哎呀，安子这来看一下你的分数啊，来看吧，恰嘎起的分数，好来。谢谢老师。哇，要分数有点危险啊！哎呀，那就保佑后面2个人比你还低分了。好，好了，先回座休息一下。好，谢谢。好，接下来两男人带来转到戏棚下。好，来躺过来哈。该年该你头白该着一旁行，一串串风风该现在，大半做戏，锣鼓起铃锵朗，心高真出发，声音打铃起落，准唱一泪花。飞已留下作伴兩生，盡到頭白已澎湃，眼裏愛潮已來，鬧你改心也罷，一條歌唱着一幅畫，發點人來人往八方來行，幸福該故事慢慢在心田發芽。飛已留下作伴兩生，盡到頭白已澎湃，眼裏愛潮已來，鬧你改心也罷，一條歌唱着一幅畫，發點人來人往八方來行，幸福該故事慢慢在心田發芽。條分該講講該聊，相應來做應應下該呀，幸福該故事慢慢該在心田發芽。这感觉上好像就在张学友在唱客家歌。对呀，很适合。我们前面一点。听了，我紧张哈，会有点紧張，因為對他來講哦，一個香港朋友，愛客家話又唔曉講，嚟啊舞台比賽一聽就唱客家歌啊，對佢來講，挑戰非常非常的大。尤其要係比賽，係啊，迄個冇比賽嗬。青菜冲冲。他长没有这个，那舞台當我沒有有嗰種精神，沒有好好唱，但是比賽嘅壓力又很大。對啊，想辦法克服。努力的訓練自己。也是像那個都閉關嗎？對，也是都閉關，也是關起來，就是不停把自己關起來，然後自己錄音。那你的不會吵到人？對，其實我還好啦。警察沒有來找你。就是室友們都放假回家了。哦，對。在學校？沒有，就是我們就是一群僑生，就租一整棟的房子。哦，整棟啊？鬼棟哎！哇，他住的比較好啦。整棟哎，你要換房子。就放暑假嘛，然後就是同學都回家了。哦，就是你。對，就是剩一兩個在。一兩個，那其他兩個就順便那邊想聽一下，反正你唱歌那麼好聽。對呀，對呀，是，搞不好一起研究哈。對呀，哎，那位欣賞的郭麗老師，郭麗老師對。哦，南影，先給你一個肯定，就是說你的客家咬字發音越來越進步了哈。比我記憶中的咬字，可見在這一方面你下了功夫去練習咬字哈，這一點我很肯定你。但是我覺得好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今天是不是为了要求好心切，然后忘了把一个唱歌的稳定度拿出来了？你今天不但拍子很多句都在抢，像一条歌冲出一幅发这个部分副歌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抢拍，比乐队快了一点点。然后你拉尾音飘音的部分更严重，每一个慢慢在形体放啊，那个牙子你永远到尾巴都飘走，飘得很严重。你一唱完，我们耳机一拿下来，3个老师就是抓到第一个最严重的就是音准在飘，一直在飘。幸福该故事，慢慢该在心田放就你今天的表现来讲，我觉得不是梁乃仁应该有的表现啦。那我这里是稍微给你一点点警告的分数。我希望你还要再去思考，除了你之前那种实力之外，我常讲一句话，就是你要跟大家跟比赛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你现在没有退步，但是你维持在原来那个点的话，其实你就是等于是退步嘛。好不好？加油加油！好，安子 C， 来，还是要看一下你的分数。好，来看一下。好，刘乃仁的分数。89，你跟佳琪同分啊？哦，等一下老师要伤脑筋了啊！哎呀，哎呦，那现在这个重责大任交给叶仁伟，仁伟，看他是要保佑他们2个，保佑还是保护他们2个，还是他对，没关系。 OK 好吧，不好意思，没关系，先休息一下好了。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谢谢。好，先回这休息。这个太恐怖了，吓死我了！今天怎么？哦，这集好好看哦，怎么我心脏快掉出来了啦？今天怎么搞的？怎么分数会按差的？好了，对，我给凊彩冲冲啊，英国就懂你看那个高分了。那个珍姐现在很开心的呢。哦，碧珍姐她94分，她怕什么？对不对？讲嘛呗。他跟人家握手，加油打气，跟他们融入在一起了，对，这种感觉很好。对啊，对你很像跟他们是姐妹啊，对，这样就可以了。是啊，对。好来，3號嚟。呀，因為已經要帶了愛嘅保存期限。來，彈開啦。有人讲时间早得证明一切，爱嘅想法已常常改变，因为梦想永远出现，2个时间已开始相连。万人共同把故事全篇演给王子老公主，很冇可能。终于给命让你千遍，你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平安海角天边，愛嘅保存期限，幸福嘅依戀，只愛明夜無變，就能都永遠感同流彩。你愛身邊，生生世世都會新鮮。愛嘅保存期限，有酸也有甜，只愛真心不變，一生嘅思念，時間早。全係你嘅笑顏，愛嘅保存期限，幸福嘅依戀，只愛明夜無變，就能都永遠感同流彩。你愛身邊，生生世世都會新鮮。愛嘅保存期限，有酸也有甜，只愛真心不變，一生嘅思念，時間早。全係你嘅笑顏。哎呀，好嗨
拍哦，哈哈。哎，你这是怎样啊？谁踩到你们的脚啊？对啊，看到美女在唱歌，那边叫的跟这样什么一样，对。碧珍姐唱都没这样子。对呀，而且看都不看，听都不听。没有啦，有听呐。哎呀，这次你好。哎，你好，紧张哦。都紧张。不要紧张啊。亲密啊，亲密啊。虽然有2米89分呢。哦，你是真的自己紧张，还是替他们紧张？七家。哎，今天要做得像公主一样，这是衣服。尤其迄创意是假狗的啊。哎呀。啊，那个国文你去改呀？嘿。哈，真的呀？阮老师重奏给歌曲 VN 李强他重奏。OK。然后听说拍这一支 MV 的男主角，很帅是？韩周的。韩周的。哎呦哦。有成为你的男朋友吗？好朋友。啊，有特别去找的，对不对啊？好朋友。跟导演指定我要这个。啊，这个。跟他一样。啊，我没有啦，我哪有那么，我哪有可以指定，哪有那么好？不可以吗？对，又不是在干嘛，指定。对。要干嘛？对，来老师来公平一下。你要指定改呀。指定阿公。你要指定改。对。哎啊，两位哈，我讲国你俩说歌吼，唱到清好，那清腔你七家的歌，个堂家是安回啦。结果是你去改过，所以唱为了亲吃人呐。还有一点是讲，整个的很贴切，所以呢，我觉得阮老师可能在这方面本来就有量身定做的感觉。唱为了就有点像那个童话小公主在唱童话歌一样啊，觉得像卡通影片的那个片头，哎，我感觉，所以鬼下做青春，还有大家诗每个咬字，我所挑剔的每个歌手唱国歌，抹胸共发。对，像这首歌里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实在讲，如果去掉说你自己的歌唱惯的感觉以外，这首歌可能是我听过你唱歌唱的最好的一次。哦，对，分数我给你很高的，好不好？好了，看一下，还是要看一下。呀，你的分数。哦。不错啊。真的，43分啊！他那个分数很难得的。哎呀，真的，恭喜你，恭喜你，是过关了，过关了。好了，不用紧张，回去休息。好了，现在就要把这个脑筋呢，让老师上了哈。对。安尼休息一下，本先生讨论下开会，看到底要问家己留下来，还是哪人留下来？挥发悠扬呐。双量礼拜分数同根本唔对哦。哎呦，现在看可能是先生，嘉先生，而今日在咬字方面哦，NT 要注意下，因为摘菜摘。有书记，不是，王书记啊，好，对，一天有人还蛮的哈。有人还唔过舒洁卫生纸。啊，舒洁卫生纸啊。啊，咁啊，波档吼，一同天花人啊就到。经过欣赏的讨论以后呢，那就向叶嘉修老师的公布一下。会一样啊，要做个决定哈。是。两位都很棒，然后矮的话有一个想法，那个因为奶人不太会听客家话啊，所以我希望你更回去练，把唱歌的时候怎么样融合在一起。哦，不简单的，因为能够把客家的歌那个咬字融合在一起，可是你还没有把整个歌词的意境啊什么这些东西，跟整个的音乐的结合在一起，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境界，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花更多的时间。有很多从国外过来的来参赛的朋友们表现出来都是很棒的。是。结果呢？我希望乃人回去好好的再练习，好不好？好，佳琪那就恭喜你了哈。好，谢谢，恭喜佳琪。恭喜佳琪。乃人不好意思哈，这个我们下次再来，下次好不好？哎呀，我相信有机会了，回去好好再练得更棒一点。我会回去好好练习，然后重新站在这个舞台。是，好，希望你下一次能够很顺利的进入6强，好不好？谢谢，加油，谢谢。对，大家谢谢，抱一下。哦，不是，那个留下来，你可以好好的抱了，还是要珍姐。
我宁愿帮了那个欧巴啊，不是。好了，真的一位香港朋友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客家电视台这闹热打的台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们增色不少，而且非常的特殊。对，真的希望继续再来，而且希望更多这种不同族群的朋友，还有不同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好不好？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恭喜佳琪，来两位请回座休息，谢谢，安子 C。好了，杀好了，传统组的比赛啦哈。今日到第7强了哦。强，今日有8位的参赛朋友啊，有1位可能会先走啦啊。走伊来呀，先转移木卡，好好休息，好好进修。进修啊，下一摆有机会再过来拼。今比赛之前先介绍评审先生呗。好，李秋霞先生，请曲嘅先生。罗英英先生，丁秀峰先生。比赛之前的讲下评分的规则啦。你们有请到秋夏先生。哎呦，緊張哦！因為今日啦嗬，像安尼的8強，進入到7強，大家都一個角色，一樣扮演的進入到7強。所以今日你分數要麼拿出嚟，平常心，唔緊張，你做人。含強、咬絲、軟氣，但各方面你都要注意啦，吼。一個創作一個風格，吼，將一個挑戰，看有進步冇？加油！好，安子 C。當時我一天唔會緊張嘅，因為我今日要無錯。又唔係比賽，你哋緊張啊？啊！殺下嚟一道場唔會緊張了，因為講真嘅，唔係講耐味冇變。當然有刺激的佢唔會強啦，冇刺激的朋友可能就會踹你蛋啊！哎呦，來 TV， 用風琴帶來平板，來彈個啦嚇，嚟。支持你，鄉親大家吼。一來一去哦。嗰個有咪拖呢，咪絲哦，要那個半拍哈。那很難唱的拍子。對，冇按改創啊。還好啦，還好啦，有信心呢，有信心哦。啊，嗰個歌詞加字通咧，就會唔恰下嘛，對嘛？加下創誒，應該是古詞啊。哦，古詞啊，唔恰下。漢白章勇敢自加下。我講個資料是講哇，對創作歌詞當有興趣啊。伊講我海準。今年以前有通過了，有樣咧，我觀察哈，周邊咧啊，像市場轉不卡，有感覺講啊，市場會停到樹下，夾夾大兩支3支，
个下次像公王啊，像样对，慢慢的出来，慢慢的出来。哎，唔错，去修改啊！司机上跳哈，都蛮开心。哦，但係假使講有辦法創到那重口出來時間，叫做厲害啦。哦，那很厲害，那冇辦法。來，躺下欣賞的公平啊！嚟，坐下欣賞。好嚟，安尼風琴吼，今日創了平板做阿鳳可以講啊，有特色。唔過我有感覺，你氣勢加強到。哦。吼，貼是貼強到啦。因今日迄必須唔要背回人。吼，你加吼，你是特質。T 機、T 機、T 3機、T 4機，唔解貼絲絲強咯。你們一下以為有6隻，一下就放到4、5隻落去，咁樣吼。你還是屬於那表現性質哈。還有感覺你嘅鼻音有多少係重的喂？鼻聲啊，鼻音啊哈。安尼客家山歌人講腔調木腔調，腔調木腔調哈。安尼客家山歌嘛，安尼就安尼客家文化精髓哈。因為把將啲山歌詮釋得好，除了你唱嘅韻味、咬字方面，你表情方面，嚇各個都要所有表現啊！嚇，今日太子上嚟講，險愛唱歌，你冇險愛了唱哦，我邊個兩隻我都容易，險愛了唱哪歌啊？我阿鳳都會唱嘅，唔該。哦，本集建議加油！好，安子姐，好嚟，可以看到今日7強冇，來，看幾個分數。用風琴的分數。92分，謝謝。應該冇問題啦。OK 啦，啊，我怕，好嚟，安子姐恭喜你，好嚟準備當初。好嘞，撒下來呢。標準法帶來3個字。好嘞，彈開啦。強顏流麗那子啊。春海流向那，春天金流深，海发流向那。有你有神啊，公啊，归故了林啊，恩情不了大把，路呀流娘啦。主持人，阿發哥，你好，阿發哥接依個移民呀嘅歌唱比賽嚇。係有啦，都有唱歌啊。佢當然都有拍嘛嚇。係當然是有。哦，上百有問過佢閒嘅時間，佢都會移民呀嘅唱歌啊，對有啲來演嘅。就會過去唱一下啦，以前有興趣咧。當好練唱歌嘅素材啦。哦，真係啊，哦。所以特別細家做移民呀，做移民呀拜拜。哦有，係。哦，拜很多年了。係個當日都係。上下有歌是會落去拜拜的。閒閒時間迄個喺附近的人吼，真係你想要練歌就做移民呀，給他。哦，順沙唱本移民呀堂啦。移民呀沒有保護，哦，本地啊比賽吼成績當好。係啊，就看人。分數清高呢，較加有去。雙禮拜分數當高，基本你唔低哦。哎呦，先來看可能是先生，車先生。
好，安尼从我讲吼，今日带来一个山歌子。其实吼，我感觉你在一唱的时间，太卡会音个，哎呦，人个山吃到模唱出来，你每年唱歌员的一个山歌子，后面34条歌音啦哈。也最主要就讲，你今日在咬字方面吼，你要注意下，因为当导演就因为讲，我去录留一个试验的音嘛，有多少唱，但是口音就有差很多，哈。那个就唱人家个出爱来向啦，佢到位面向嘅轉音，我較注意起嚟哦。佢轉唔係講做唔得，但是韻味我讓佢做嚟講，也就可以自己平常嘅練。還有也個有啲成功歸故里，也個口吼，留到位改愛合面嘅合故里嘅口音嘛，冇嘅話我有感覺講也個音我溜風樣嘅。都是會唱溜風哦，嚇！也喺俾人自己唱歌，在咬字部分就要注意下。其實你今日做軟腳嘅度，哦，做軟嘅度要做嚟講，做嚟一獎啦，嚇！謝謝，再加油嚇！好，再加油！啊，都得有一獎嘅呢，就睇個分數啦，嚇！要重發的分數。謝謝。93分。哇，一擺真係哦，個進步真係非常的大嘅哦，恭喜！謝謝。安子姐來這邊，然後朝安子姐，好，來殺下來。馮書記，嚟羅山歌。來，等下啦啊！茶愛茶，兩三片啊，三月無空，情歌面一生。接啦就算了什麼太太？哎，你好，你好，帥哥美女好，評審老師，所有位面前的觀眾大家好，辛苦你過來嘅。哎呀，有書記，不是，我書記啦，我背，對。一天有人係問你哈？有人係唔過書節衛生紙。啊，書節衛生紙啊！我講過當好，一通電話人係都到。哎呀，書節來哦。跟之前嘅你那個衛生紙缺貨嘅時間，哇，佢唔買到當好。加工啦，點樣？當辛苦啊，艱苦過來啊，哎呀，照顧你中風的先生。對。看有按福箱，哎呀，上到按獎。然後，哎呀，我先生中風加真嘅，跟你咧吼，沒真的。
中风。一久的時間。 60歲噶哈，呀我70歲呀。10年。哦，啊中風伊都一久的時間。好嘅年人，我照顧嘅年人。年人哦，啊又好起來就差。好起來咧，所以我就教正正經講。人生多啲嗰不平的時節，哇！你看行路東無方便啊。咩？佢不卡研究那個咧。很辛苦啊，因為像我阿公啊，我阿公媽中風，所以全家總動員，而且我阿公中風差唔多有16、17年。哦，所以我阿媽、我媽媽所有都給他太太、細細都照顧阿公，而且阿公是直接臥床，他不是一半而已，他是全身。跟磨槍嘅呢？呢些事情外籍。冇啦，呢事情冇啦。我很細細時節嘅事情。像我全部我照顧啊，佢唔願通連我講我卡足少位了。哦，結果幾好笑啊！佢是就天天都醫院通，所以要恢復到。所以還要靠自家啦，哈，要慢慢的復健。你的另一半當重要啦。主要講要另一半當重要。對啊，當重要啊。溫暖的。你唔可以插佢嘅話，好可憐哦。做體力啦。做體力。快體。哦，所以自己身體要養好來，哦，好嘞，來看一下先生對你嘅貢品。英老師，好，今日網台姐吼，從你羅山歌，其實就係最標準嘅大家學羅山歌嘅些熱門嘅歌曲。其實我感覺你根本你唱嘅吼，貴屬歌曲，其實聲音當好當亮。吼，韓國呢，你嘅咧貴屬嘅腔韻啊，吼都有做到。不過我就係有隻意見，就係講，係唔係去聽歌，然後你真緊自家聽緊張，因為應該聲音同起來當輕，因為當明顯吼，就係你最尾一句一身骨節嘅骨，吼改變高音上去壓起來。骨節啦就算了。好，我相信你在唱嘅些，自家就緊張一下，好，所以係兩隻地方很明顯。其他比如講兩隻3熱，好，第二句嘅3熱，第三句嘅3熱，好，你嘅數每音嘅時間熱，好，你愛唱數每音運動喺度一，好，接到後背嗰隻毛，嗰隻絲，好，所以接兩個絲嘅時間，字跟字中間你彎起嘅時間，嗰就係幫你當好一隻。機會，咁講你落去轉彎過去，先莫講轉到當順，嚇，兩個傳統做嘅就個去思考一下，樣板唱起來會下順暢，嚇，所以你係我講應該建議，所以希望你做得讓你羅山歌唱到很下自然，是嗎？老師，好，安住先，哈哈，嚟看一下幾個分數啦嚇。王叔給的分數。91分，91分，一個報要報嘅分數冇難過啦嚇。喂，冇按你。嗰個係要5B， 5B 嚇。好啦，恭喜恭喜，先生冇贏啊！再邊等我坐。我嚟殺下來。番茄香帶來本山油。我嚟等啦。
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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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呀！哎呦，好创小挑的歌啦，嘿哎呀，俺嘛青好糖呀中国对呀对，很轻快，米农的西太挑呢。哦，半山野好听好。美农人哈，你也是美农人啊？不是啦，我宝山人。美农山歌都很好听。对。好糖哈，柠檬加的葱哈。都带好糖唔好糖来糖欣赏的公平啊！秋风欣赏。好，什么哈？你可以享受起哈，给家私经营档吼。哎，这个架势很好哈。唱小跳歌曲哈，就跟现在说那个你南部的西太跳哈，那个半山腰哈。唱小跳歌曲，尽量给上人哈，不用变远。好，也饮食讲食材当好哈。但是唱那个小跳歌曲的时间，就去做那个那哎呦，cái sáng họ尽量冇俾人哋當重人哋亮出來，佢俾人聽到會有壓力，好有壓力吼，唔好聽。韓國加世界同嘅時間吼，你唱歌啊吼，有重音，有低音，有較強音吼。你唱歌嘅時間，是啊嘅呀拖嘅時間冇人睇上，冇全部人哋當強嘅聲唱出來吼，人哋就冇嘅你講嘅美感聲音嘅美感樣型吼，自家將去授課自家出堂課啊，自家歌曲，嘅上人就授課下呢度嘅。好，喺邊很遠的吧，好好，好冇？是嗎，先生？好，安子先，這個可以下夾個分數啦，哈。係，反饋向嘅分數。樹款掉落來，嘿，嘿喲。曾金榮先生認你為最可敬的對手。對手。啊，希望你們能夠成為很好的敵人。娘親愛兔愛子啊！娘親兔子呢首歌詞非常具有意義。將來在10多年前在國家劇院表演那首歌曲，連阿德啊都聽人叫。可能我們講到。向嘅分數。來。哎呀，分數唔係好啦哈。米農嘅冇乜好衝。哎呀，謝謝。米都冇衝出嚟。好，謝謝。繼續加油哈。好，按照看後輩分數樣辦啦哈，按照些多謝哈。好啦。撒下來，鄭景耀帶來廬山歌。嚟睇看。上家唔得。错啦，过了，秋末呀，唱山歌啦。歌唱來，半妹對那，阿妹了。唱來呀！
声音。嘿，我个迄山当的人哦，迄当然的缺山啊，接触个大自然，迄声音都会无共用。哎呀，身体好啊，特别嘹亮，空气较好，又脏。哦，真的吼，又脏哦，真难怪的那个原住民的朋友吼，当时我们有创过诶。真紧呐，亲水唔会冲出来嘛，比一般人好谈个吃也奇怪哦。山当我开上尽量变唔怕，唔会吵到你。奇怪哦，因为山上嘛比较辽阔嘛，真的，天天在运气，对不对？哦，真的，哎呀，这都落的时间看远斑白的吼，那个山当风啦，像我来山当天气嘛较凉，像咱那么热，像我来给大家带到山当，人家热天不会过嘞，我们在很亲切彩天山，唔是彩天山，亲切。这草都无卡出凉凉，连热天嘛唔会。个冷气都唔是可以啊，冇用冷气，冇用冷气啊，根本冇掉都得嘅啊。又未真嘅啲天飛啊，差唔多拉呢基本飛嘅啦。冇買咗嘅，真勁啊！真勁差唔多。按你2張嘢給幾多錢？差唔多1000公元嚟呢。哦，你要不要換選區？我家的電費2個月要付多少錢嘛？差不多2、3萬。哦，不止，4萬元呢。啊呀！山當涼，好都好啊，用嘅，你3天水又唔是錢。對呀，啊，我靠個冷氣吹滾嘅咧。呀，一片麻酸斑散油啊！哎呀，生意你話吹係唔可以關嘅喎。兼得關。誒，吹氣係唔可以關嘅。哦。就吹滾嘅。剛才欣賞洶湧誒，你講安尼規個樣會涼涼嘅感覺。哇，迄個山當啊，你還好啊！個月來吃。哦，個月來吃，對。咁即炒盤嚟吃啦嚟嚇。係啊。唐先生嚟講評啊，那邊。叫下先生。阿金用嘅山吼非常好，種嘅阿鳳用就講嘅好山好水。好。飲質當量，因為而家呢啲工廠較少，冇經過污染，嚇冇經過污染。啊，當然你氣係足，冇要緊，你切雜絲創作做得。不過你哋有既然有3個班咧，嚇，我係幫你隻建議啊。你像你阿哥超唔創3個時，還是建議冇個阿哥超唔創3個，切雜絲一下創後尾結果後尾你氣就不足，不本人啱嘅感覺嚇。還有提示佢阿妹創來本果貨，唔係本果貨，本果你牛屎記得啦嚇。創高原嘅時節，你冇法度低，因為你落山嗰隻拿到米最高原嘅米嘛。啊，你當到米嘅時節，係你要先起係高嘅時節，你高原則是你是帶家鹽帶過去。啊，咁樣你鹽質好，你就會你鐵色。但是家講要記則是啊，希望你要注意嚇，加油！好，安子生，好來看一下改個分數啦。鄭金勇嘅分數。謝謝老師。93分，請講用。哎呀，哦喲，對。太形容，又金融又廣用啊。哎呦，好啦，恭喜安子生，好，多謝，好，再別當場。好來3，好來。觀眾朋友，請緊記帶來開膽歌。哦，開膽愛開來嘿。心早靠龍來嘿，嘿喲向花米那好啊嘿嘿，花米向太來苗啊苗，公車樹款條龍來嘿，嘿喲溜條轉啊好啊嘿嘿，溜條唔轉來苗啊苗，
公公车呀。心机呐，什么太高？哎呀哎呀，哇！自信。哎呀哎呀，陈先生，哎。因为奇怪，创遐客家歌，创迄个创陈雷哦，做陈雷咧创诶。明明就请后上。系咩？对，后上一人今年几港？几港一度？53。53。后上啊，中年。3年前50岁都做阿公诶。真记得？哎呀。那这也太早熟了吧？哎呀。我孙呢读幼稚園嘅。幼稚園啊？哎哦，跟人來也多少？你80年次的，81年次的，26歲，26歲，安尼，19歲，伊多歲結婚？19歲，20歲結婚。沒哦，早點定下來了，對對不對？那現在感情還好啦？不錯，還不錯。哦，那我想說，慢慢培養。按照結婚可能對感情的嗰種觀感可能。哦，我先年呢很做對啦，很聽太太的話。啊，懂我，係啊。不能嫁呢？係啊。那我窮用不能嫁。不用嫁。哎哦，50歲做阿公嘅，啊，佢捱尾應該做阿公嘅嗬。我做得到。係啊，50歲係。你差唔多可以做。差唔多。可以做先唔使。哎呀，我做阿公哇，個生意，個孫女一定錫到種命咁嘅。聽話嘅。好啦，嚟唐先生嘅講評嚟。係，蔡先生。好，陳家儀先生哈，其實家下一開始嘅時間，你在創業也屬開談過哈，也係聽一段嘅歌詞啦哈，並唔係真係開談過地路嘅歌詞，係聽一段嘅新作調路。基本來講，係安尼有多少緊張吼？因為你天嘅時間，先做調龍，幾道嘅咬絲就冇咬緊張啦吼。先做調龍來嘿嘿喲。還有一個最美，真多人咪講嘅特色係望心機，眼望係眼望嘅望，一般嘅客家人來講係望心機。啊，望心機呐，沒望變閻王嘅王字，但是因為佢寫窮字，一般人就會唱王，嚇唔係講嘢浪字嚇。也當然啦，唔係講按唱就做唔得，係你做得就不妨講，係唔係講嚟做人客家是浪費愛嘛，嚇浪費啫，浪上嘅浪，嚇也人做嚟嚟思考呢，嚇。好，再介紹嚇。一冇人搞嘅話唔掂嘅。係啊，我喺度都可能是係啊。好啦，了解，好，我哋嚟看一下陳經紀嘅分數。係陳經紀嘅分數。來自台東的原住民朋友曾金榮先生，他認你為最可敬的對手。不敢，我是托朋友啊。大哥還是很厲害。很厲害哦！哇，而且他分數按多禮拜比人，兩個真有病哦！加油！好，加油！對啊，加油！啊，希望你們能夠成為很好的敵人。好朋友已經加來了，加來，互相研究，可以。好 ，OK 的，先恭喜你，恭喜你。好了，恭喜你。還有韓城亮 V 的，還有，那來王 Q 機先帶來平板。好，來彈過來。親愛土愛子啊，記住苦難當。
亲就去哪度啊？几间寒江也难，痴痴呀人啊，到天亮讲呐。我是不是要跟在后面？哎呦，你哦，你在书到你唱啊欣赏的样强的啊！好传神哦！因为在细个跳来讲吼，遐条歌係最經典的。哦，最可憐的。嘿，因為我都上講啲親經典，我都拿來唱。哦弄嘅李秋霞老師唐人版本係嘛？嘿，唐人版本。難怪我你係算兔子狗嘛？係嘛？係嘛？用情兔子用情吼。兔子哦。用情啊！係啊，我都叫無聲嘅。啊，真開啊！係啊，啊，有冇真開咯？我呢真開啊耶！還有在開啊耶！哦，我剛講啊，到這樣分數會成功。有上嘅開啊！嘿，啊，到最尾啊，爬上去。小強耶！我可以無子枯木啊！哦，真的？你以前做過那個行業啊？沒有哎，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演戲啊。演戲啊？哦，嘿，啊，有演過乜個戲嘛？冇啦，即家教嘅啦。哦，即家教。這個都搞。跟老公 cosplay。對對對。冇啦。今天演護士。跟老公演哭戲。對，我今天演僕人。啊，好啦。好精彩哦！有的問題哈，下禮拜讓佢問。好啊，好啦哈。你係青島故事嘛？哈。青島故事。哎呦，你真嘅有木真呢。有啊，因為我從兩條歌嘅，我要上到阿妹。哦。啊，講到唔講我按細粒字。嗯。因為我出世間我都親冇吐，我媽媽一動辛苦攏我吐胎，所以我都上到勁。用情兔子拄方有啲歌詞，我咩特別有印象，乜個來，用情兔子歌詞。這個乜個意思講，以後乜個嗰個主用咩無效乜個？菜餸，誒，嚇，割了豬肉，雞肉為肚，嚇，當個屍體門前擺個太豬肉。哦，真的，你做睇以後，哇，這樣就扮個乜個太豬用，有幾深度啊！菜餸嘅時間所以係有效啦，真嘅係有效。真的，所以咧，用情兔子咧首歌詞非常具有意義。像我在10多年前在國家劇院表演呢首歌曲，連阿篤啊都聽人叫。喲，學生講唔敢談咧實，讓皮隆隆填太重，佢啲咧首歌曲有感情。哎呀，那邊下老師咯，佢唔可以照。可能我唔講到。冇別講啦，咩啦，感通到啦。呢首歌曲真嘅要非常有教育嘅性質，尤其啲菜啲啊，啲沙威地嗰度，青島後生嘅。不好，所以呢首歌曲我本大家要講下。罵人不好。結果你媽嘅生意咧。奶奶真有效。真有效。平常時會吃太煮太用本。冇事哦，嘅所以都見你見識見培嘅每一天。是講菜餸嘅時候，你說有效嘅意思。錯。好，佢哋歌詞有先嘅。好，見尾誒呢曲嘅唱得非常係有感情，唱有感情。來，你本來人去講片啊。好啦，邱夏先生咧。係演員手指咧。有唱到演員老師。講片一下咧。好，王太姐今日從你平板，你首歌曲嘅你首曲調嘅歌詞確實當傳音嘅目的吧，嗬。咁個傳音目的之前哦，切間冇聲叫到唱唔出來，嗬。所以你好我要下注意就係，因為你唱嘅時間，你想讓嘅感情全部投入到你嘅歌詞當中，所以變成你有啲個人嘅詞，點都有啲壓體咧。
吼，运动係你外省唱出嚟感動人，吼，你看到安樣應該歌詞吼，外省唱出嚟感動人，因為你係表演也係比賽嘛。 吼，所以聽眾要注意，自家嘅上任表現，肯係愛去出場吼。比如講，你嘅第二季吼，應該讓嘅歌手阿睇咧，吼，因為佢係個人嘛吼，香港讓愛下來嘅時間，你嘅帶入出彈起來了了有點下輕下冇自然，應該用呐。 吼，因為安樣係硬土，你聽到哎喲，好揪心哦，吼，就會就該按感覺這樣唱吼。韓國應該第三季吼，抒情幾多，你從記嘅韓港呀，佢記了隻詞吼，可惜佢係唔好發音，韓國佢嘅個人。 幫出改編，所以你發揮唔出來你嘅表達嘅感情。我建議你係從理解，因為你只理，好佢嘅發音嘅詞，一開始佢就重音，你好下好發揮，好，咁咪按你彈起來聲音棒棒安樣型，冇自然，好，韓國你最尾一件吼，最頭前時則是起起落落嘅時節，彈起來音不穩。 冇按穩，所以呢就會變成多田港，你唱到多田港，嚇係，所以就係咧其實講起來全部係小地方，係冇注意去彈。你嘅咧貴屬歌曲嘅感情表現，真嘅非常嘅好，嚇！希望在你自家嘅上任嘅表現當中，做得讓佢唱到很下穩，安樣我相信會很下好。希望你，希望幸福。陣地兒童不差啦，小細節聽聽啦。對，啊，是。 好，來看一下分數。係黃曲幾分數？做得，我們 OK，叫到93分，9分。有感動到你。就會叫啊，什麼？後來哈，你還是搶上一面當我錯了。對。傻了，真是我帶來羅山歌。 上台唱歌，心夢江南，總愛了。 了熬丝，從來真難。歌聲了。 唱出那年華娘呐，兩位主持人好，聖君美你好，阿娥姐姐哈。今日唱嘅老太家分享嘛嘅故事咧。
你还会紧张吗？会，还会啊。哦，唱完就好了。我最近好紧张，有一次在家里，在厨房想说要去冰箱拿东西，拿小黄瓜吧，结果走到冰箱那里要煮菜啦，结果走到冰箱那里蹲好久，想不起来我要拿什么。哦，是哦，你看你紧张到都一直往后退。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秋风欣赏。好，输我今日正然当紧张啦，吼，伊开口就谈的是啦。你今日做当讲哦，我刚刚偷偷啦冯姑讲，我说她的气质好像某一个官夫人哦，披着真言嘿，当讲哦，像头摆中国手机哦。高模对，她老公搞不好就是当官员哦，真言吼，披着当好啊。不是啦。啊，佢个仪态就表现当好啊吼。唔过吼，你讲冲山歌吼，cái上人吼，喺度想人，你提佢一冲出来时间吼，你就老啊都心吼，就来去。唔过吼，当可是就讲，你从表现了出落山歌的时间，你就紧张。你冲了山歌吼，上台唱歌心莫惊，上台唱歌唔係上台唱歌。大家是来切切的，安尼弹起来吼，该种的感觉吼就不过瘾。上台唱歌，转去这个歌训练一下，然后这个上人来溜起来。吼，溜起来，你这个做得接受，你这个上模，你这个做，你这个评审，你这个弹看呐，永远相信坦白上台吼，你就会很有信心，好冇？好，加油！好，安子生，好，以目前7位来讲吼，这个反馈上的加个分数89分又较大，吼，也做看下个分数，有办法超过去冇？哎呀，超越他1%可能留下来，但比较大的话，摸出评分的话，哦，评分可能现场讨论啦，吼，哎呀，较大可能就你要走了哈，嘿嘿。好像好紧张了。来，看下个分数。整数好的分数。什么欣赏？93分。恭喜，没问题啊，安心。你很棒，安妮这下个礼拜就要争6强了。哦，继续加油啊！加油，好，安子生回家休息。好，安尼8位挑战朋友做根本样的反馈上，吼，来不因淘汰，哦，冇办法进入7强，实力哦，歹势。继续加油哈！下一摆有机会再过来拼啊嘞，好不好？好啦。根本日安尼比赛就要告一段落啊！好唱歌的朋友结个来报名哦。好，报名专线0919383898，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1。好，等一下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另外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谢谢你们。安子生，什么辛苦的场赛长？反馈上再过来拼啦！什么小飘？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谢谢大家。下礼拜忘唔記得，你聽到曙光人呢，老嘢打電話，老嘢唱卡落，再見，拜拜。